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。应该是伫人间享受天伦，有老爸疼，有老母疼。难过我可怜的囝，你对老母沦为忘父，毋捌过甲一天好的日子，念错忘父。你也都爱分消各天啊，你真是安尼状元归家，我的囝。帮你家己行，我随时就甲你讲，我心肝疼，点点哭，乖乖金哥，你别再冲动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以为啊，求你了。哪会叫你哦？唔通冲动，稍等下。我有感觉，阿凤来，后壁已经倒转来，有计划，有计划。阿凤，你拄则毋是讲阿凤啊伊无希望啊？这谁叫阿凤啊？当然嘛是阮阿娘。唔是我叫的，哪是啥？是因老母李娇娘。哎哟，人讲无泪滴滴爱你，感动天地哦，万物知影的，我惊情分，深似海，阿饭啊忘魂哦。倒转来的弘扬法术虽然真厉害，唔达着母爱哟，
的目屎啊，老母啊辛苦的怀胎，咱就有孝才应该。故事虽然是古代，反映社会莫做歹哩。阿笨啊！那个，咱代志吼，自头到尾就是安尼。安尼听你咧讲，啊，不着鸟娘啊，因规家伙啊，拢去遐里凄惨哟。金大兄，你讲的话拢是事实。当然嘛是事实啊，这话拢是鸟娘亲嘴甲我讲的啊。既然我知影阮小奶奶，因规家伙拢是就我死害。我一定要来报官府。对，咱吼一定要替迄鸟娘哦出一口冤气。嘛有证人啊，但这证人是。啊，讲你咧讲，你阁唔承认，但咧证明就是鸟娘啊嘛。哎啊，啊恁两个就白讲，一般人哪看见鸟娘啊？伊要去做证人。话去讲倒转来，鸟娘即摆身体遮尔啊虚弱，搁要照顾阿饭啊呢，恁两个头壳小用一下好无？我这个怪哦，怪我家己啦。我哦，无法度人看到因。金大爷，你有看到阮小奶奶甲阿芳啊？啊好势好势，伫我房间咧休困无？无啊，啊因母我囝困伫房间，困啊真落眠，搁真舒适。那你都好。宝妹。啊无咧？阮母啊，啊拄人受伤啊，我伤过忝，即摆伫房间内底咧休困啊。有要紧无啊？袂啦，好出多啊呢。我一定要来报官府，替阮小奶奶报仇。报官府一定要有证人啊！他证人是要找谁啦？哎，恁斗想一个啦，证人要找谁啦？有在咧想你，想袂出来。我。凭什么？大家稳住！恁这歹是要创啥？面手遮娘啊！大贵花园呢？面女叫做陈美芳的，本来是咱城内单期上汉等大爷的查某囡仔。你有啥物冤情？要告何人呢？回禀关老爷，面女无啥物冤情啦，只是吼，阮说。原来无啥物冤情，为什么还要接过含冤呢？关老爷，我今仔日是替阮小奶奶李娇娘来结果申冤的。伊有冤情，为什么无亲身来上堂呢？伊袂用的来，已经死啊！你这个时间就玩弄就凄惨。明白。在。咱其上行早已经倒去，而且恁小奶奶李娇娘也死去遐尼久啊。早若是有冤情，为什么甲今仔日才要来告诉呢？是因为迄个时阵，虽然我知影讲阮少爷甲小少爷一定是叫害死，阮小奶奶伊嘛是被逼自杀的。啊，毋过我到即摆才甲肯定讲，害死阮少爷就是阮少爷好朋友周阿师。为什么你也知影凶手是周阿师呢？因为我有当着阮小奶奶啊。原来活人有可能看到死人，美梦的，这是公道。
不准你谣言煽动，无那是罪加一等哦。看到呀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真实的啦。其实嘛，不是真实的。我看到阮小奶奶，也毋过有人确实有看到阮小奶奶，真实的。好人有看到恁小奶奶。我啦，哎，小明合作周金斗。领导何方人士？伊死者家人是什么关系？客宾馆好呀，我是长山闽东的人吼，我平常咧卖杂货为生啦。几个月前吼，我来台湾做生意，经过咱府城郊外迄南头树遐，去实在李家娘啦，佮因囝阿芳啊啦，母我囝吼，甲因的过去讲我听，足可怜的啦，所以我毋但足感动，才答应伊讲要派年新主牌啊，要替伊报仇去找迄周阿师啦。周金斗，你是啥物术士，或者是啥物艺人？你有法度甲鬼魂见面，而且有法度甲鬼魂讲话。客宾馆老爷，这我嘛毋知影。不过听人讲，若八字较轻的吼，拢会拄着这款代志呢。哦，这款代志，这款代志我嘛毋敢确定，只是听这款江湖术士传说而已，是灾难的底线。安尼我知影，地米芳啊，周金斗，今仔所过的，因为当事人上个人拢无伫个，只有我听你讲尔。罪证不正，人证拢不足，按理应该你来讲10个大板。啊，不过本官今仔带念着恁是楚楚的个数，而且对恁的雇主人。佮重心敬敬，所以本官特赦恁无罪。退单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雨，为何这呢酸？为何这呢长？我刚才讲出完全的哦，就去互看出来啦，啊，佮差一点就去互拍，我实在吼有够衰啦，有够衰啦。这么代志办了安怎吼？应该讲的唔讲，不应该讲的讲规拖。你讲的什么话啊哈？当时倒一句无应该讲，倒一句应该讲的哈？啊，你讲遐尔啊，就是谁咧甲你听？对啦，就是我讲的无人听嘛，你毋才爱讲互听啊，对无？讲你对你少奶奶偌好，拢骗人的啦。无彩你少奶奶个，伊当作敢若亲小妹安尼看待。你讲的是什么话啊？我为着阮少奶奶，莫讲去告官府啦，就是讲叫我去死哦，我都愿意啦。好啊，你即摆去死啊？你安尼爱我死？小奶你含慢，讲袂顺车。你哪会遮烦啊？你这个人？你一家门甲人讲，甲我大声无效啦。我有甲伊讲，但是我爱听你讲啦。好啊，拜托，你莫搁吵好无？一日门就日日吵，啊你厝顶后你吵到拢变起来啦。毋是我咧讲你哈，我实在是受袂了啊！代志到这款地步啊，毋都爱搁想其他的办法啊！你点你啊！哼！知道的，美芳的，你莫生气啦。我知影恁两个拢是因为我，才会去官府去告诉，真感谢啦。无路用啦，去官府告，无人要听我讲啊。谁哪里拢会当看到阮小奶奶，敢若我看袂到尔。你衰啦，八字重啦。哼，什么我说？是你说啦，你八字轻巧，我都能看到鬼。讲啥？是，我不是掉那个是。不要紧，奶奶，我看袂到你，你是伫倒位？小奶奶，美芳的，你家啦。小奶奶，美芳的。
你过关，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过到底，替你洗清冤情，好。李芳，我都无法度入去公堂，就算讲我真是有法度入去公堂，迄大人嘛无一定会看到我。就是安尼讲嘛，安尼要安怎？阮小奶奶讲啥啊？你臭耳人哟啦！你小奶奶讲一堆啊，你有无听到？那我看袂着阮小奶奶，也听袂着伊咧讲啥物，你搁甲我骂。小奶奶，安尼要哪有公平，让我不爱啦。金斗的，你著莫甲美芳爱搁踮仔冤啊啦。玉兰啊，无亏，什么代志？哪会无早转来？啊，连日昨有代志转去厝的，我早起感觉身体无啥爽快，一下爬袂起来。早顿已经咧传啊，我即马随来去吼。免啦，无亏，歹势啦，我袂有后摆啊，你原谅我，我甲你下失礼，你莫生气啦。我要哪会生气啊？医生有甲我讲过，叫我心情放较轻松的，然后安怎？哎，你莫话白说，来，遐坐。你会记得？迄个周阿师有讲过，某毋是要来骂，是要来听的啊。周阿师讲起真好，我来甲到收钱，早顿我来甲到食饭餐。啊，对了，玉兰，你若无啥爽快，会当去周阿师因教场边仔迄个药房，去互看看咧，真有效啊！今日哪突然间变甲遮尔好？倒位找解脱秘密？为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一个炒米芳，二个炒韭菜，三个长长滚，四个炒米粉，五个，唉，够无聊。逐工甲因伫遮热嗦，我袂当出去耍，够无聊。哇，阿姨，你生了遮水，一定有做一查甫人喜欢你，对毋对？你哪安尼讲？因为阮阿娘，毋是啦，伊毋是阮亲生阿娘，伊甲查甫人共款，所以拢无查甫人喜欢伊，逐工管偌济，管偌远，有够烦的。水当当的啊！你伫外口一支嘴好假假是咧讲啥？无啦，有一个做水的查某人客哦。确定啊？哦。恁阿娘是大夫哦。阿姨，你遮水，一定有做一个男朋友，分一个互阮阿娘，那呢我就加一个阿爹，阮阿娘就无时间管我啊。来去看坐。你是对我毋拄哦？恁查某囝讲你敢若查甫人咧，我看着袂嘛，身做遮水，而且搁遮少年，你的打扮吼，若小改变者，安尼就袂啊嘛。你大人大种的，睇你那死状，迄毋是我生啊，我有法度我要用吐的呢。迄我路边捡来啊，教袂下啊。水兰啊，出去。好啦。叫我去佚佗啊。水兰啊。唔通走伤啊，等下转来见着我啊。好啦，知影啦。也别转啊。好啦。一个想无聊，两个拄好，三个吵死人，四个斗一斗。你是安怎？
倒啊无爽快。啊，就安尼啦。我感觉安尼神叨叨，啊，足无爽快。人仙哦。徛叫我看嘛，徛者徛者，嘿。转者转者，坐者坐者。我看者还买水咧，较贵较贵，我者。肥肥哦。来，坐。来，我摸者，我足侪妹咧。啊，有啊！你即摆咧讲啥有啊啦？啊，公主人，你有心啊啦！你讲我有心？什么？你巴肚内有囡仔？这安尼就有麻烦啊啦！后孙若叫我放落去知影，安尼我一切计划拢总完，我什么都拢总免做。紧，你还赶紧找大夫摕掉。你无爱我囡仔，你根本就是咧戏人我那了吗？我毋是这意思，我嘛是真爱囡仔。你即摆还佫是甘无客气，假使咱两个人是咱做落去，是毋是人大细汉拢总知影咱的代志？所以明仔载，你巴肚内这囡仔一定爱摕掉。我无爱，你要叫我将囡仔摕掉，那安尼就是表示你无爱我。而且，人咧讲摕囡仔真危险，而且嘛真痛苦。你若遐尔无讲理，毋是讲我无爱你，是即阵我毋着生气，你知影？我就是无讲理。你若是真是要叫我将囡仔摕掉，那安尼我就死啊！你看。对啦，无你讲，无你想要叫我安怎做？你讲啊，到底要叫我安怎做才好啦？我即摆想着，甘客做业人去找大汉山，无伫甲伊的病已经渐渐有起色，我是毋是会当落去？是毋是当会安怎？互你甲伊做阵困做伙，互伊认定阮巴肚内这囡仔就是伊的。你叫我甲伊困做伙？无毋对，为安尼，叫我当来保全你巴肚内这个囡仔。你真是叫我甲无鬼困做伙？我安尼做我的囡仔，互伊当作是物件，是到伊的财产，互这个囡仔会当来甲伊想想，安尼咱是毋是通一举两得？其实我互你去甲伊困做伙，我心肝我嘛是真艰苦。对啦，安尼一方面，会当互你找伊报仇的机会。哎呦喂呀！我的呀！妈，来，我甲你斗相共者。啊，唔免啦！这查某囡仔咧做工课，你查甫囡仔莫大只咧插手啦，你去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我细者是安怎样啦？免啦，你去做你家己的工课啦，去啦！吼，安尼。无啊，隔壁。哦，自从你来到阮遮，啊，你愈食愈大颗，你无可能咧做工课是哈？你袂晓有若小斗相共的吼哈？对啊，啊袂晓斗相共，啊一工斗人咧算啥？啊这耍有啥好算啦？啊，佮大安尼算？就是啊，洗衫恁查某人的代志，甲我兄弟来，叫你我叫我算耍的哦。要算哦？哼，迄要算哦，大家就来算嘛。嘿，我甲你讲吼，哈，要算啊，要算啊。你来，你算，你算，你算啊！我算耍，来啊，来啊！哎呦，你算啥啦？滚啊！
做搞啦，两个跳起来，大家说。好啦，你看恁两个咧，几岁啊？安尼讲伤大人。大家来说，好啊啦，你两个哪唔算啦？你小奶奶出来啊啦。啊，小奶奶，我给你开房间了来。阿本啊有较好无？我真正啊。真的哦，真好真好真好，过地干嘛？阿本啊，就使带我去买肉粽啊。啊，你娘娘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有啦娘，嘛好足多啊。要毋过吼，暂时爱拄拐啊，才有法度行路啊。胖呀，歹势啦，迄一天我毋是故意拍你阿尔，害即马骹无方便，歹势。领导，这是毋是我爱讲？你少年啊，生足冲动。等者一记，阿婆若出来，你还甲人回一个死地。我知。你甲我当做啥哈？啊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我哪会啥拢无啦哈？啊，我小奶奶，我看袂着。小奶奶啊，这你安那会讲白心哈？领导，你听甲讲啦，今仔日为着要互伊一个公平，你甲讲，我叫你旁山是要甲伊讲话。啊，对，我会讲。恁小奶奶要甲你讲话啊！恁小奶奶要甲你讲话，我小奶奶要甲我讲话。来，你看你。我小奶奶要甲我讲话。喂，小奶奶，你讲啥？紧讲。靠腰，这是耍，毋是恁小奶奶啦。你毋是讲我小奶奶离呀？走啦！哦，我过后边来。你看。有钱啊嘞！有钱啊！哇！啊！这个你看，对。你怕嘞？你怕的就是坏命，坏命嘞！啊！后边头。我是身体歹个，无我哪会做这哈？你是头壳歹啦，毋是身体歹啦。啊？迄个念人呐。人，吼。人。人。嘿。主人。对。我小奶奶跟我讲话呀！我小奶奶，你跟我讲话呀！啊，真好啊！小奶奶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足自然。好啊啦，这是耍啦，毋是你小奶奶啦。对啊！对我这。你是咧讲啥？什么你对我这？我是讲，我是有一个足好办法，会当替阮小奶奶心愿。小奶奶，就是咧遮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等下去到管老爷的时阵哦，你尽量要紧张哦，放互伊啊，你自然吼。啊，管老爷哦，伊人真好啦吼，你会讲啥吼，伊拢会替你做主，会替你心愿，你免烦恼。好啊啦，莫讲啊啦，紧入来啦。对，你这生公是要创啥啦？你无弄讲，啊弄落去，伊毋才会出来，你毋才会法度人入去，啊弄尽量弄较大声，互伊知吼，咱的冤情吼有偌深偌大啦，懂不懂？冤啊！大林啊！冤啊！大林啊！冤啊！来一个起，来这边说。哎呦，阿娘诶，因搁恁这六个哦，恁面手大家安尼相改，敢袂当放伊自然吼。大爷，阮今仔有传证据呢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这啊？说明来使杀你公堂，后边来。这说就是证据，谁人袂使杀你去公堂。倒位找解脱秘方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大刁民，连过2天，
恁甲工厂当作好耍的所在是无？quyền老爷，你先莫生气啦。阮两个人吼，只知影这桩冤情啦，所以毋才带这冤魂来遮，请quyền老爷明察啦。哼，恁昨无证据，结果含冤，本应处罚的，本官特恕恁无罪。恁今仔又过来，恁若无确实的证据，罪加一等，恁知影无？阮知影啦，阮知影啦。关老爷，今仔日若阮确实有证据，希望关老爷你当明察是非，还阮一个公道。你乃讲话讲安尼啦？我讲安尼本来就对，哪有啥物唔对？我有你害死啦！老爷，是毋是要将伊赶出？安这，因两个声声句句讲有当事人，当事人何在？我当事人伫咧遮。伫遮。迄是啥物物件？回老爷，只是一盆沙而已。大条的，竟然摕一盆沙来到因我面头前戏人，来人啊！我讲10个大板。是的，quyền老爷，啊你莫听我解释一下，quyền老爷。你听我解释啊。安这，是。quyền老爺，你李超娘害死了，又變做孤魂野鬼啊！伊唔敢伫這公堂出現啦。佮再講吼，伊講的話一般人也聽袂到啊。我甲美芳的吼，毋才傳這本書來遮，互伊當甲權老爺講話安尼啦。講有這款代志。关老爷，我美芳啊吼，我会当对天就抓。我自细汉到即摆吼，从来捌讲袂出话，真正我少奶奶伊会扶你，你会用个试看卖啊？关老爷拜托的啊！老爷，你会使试看卖？本官想要试看卖。是啊，你过去看嘛。是。少奶奶，水啊，你试看卖啊？等下吼会扶你哦，足好耍的哦，会扶你哦。小刘啊，这个权老爷在问话哦吼，啊你所有冤情你讲权老爷听哩。对，少奶奶，你甲你所有冤情吼，拢扶你扶起来，啊帮我一指人啊指人，好，紧扶。冤魂，你叫着什么名义？小刘啊，权老爷咧问你，啊你唔着讲。扶起来，紧嘞，扶你啊。怎样？回老爷，沙上并无任何动静。好，本官想要你试看卖。冤魂，你要告什么人呢？少奶奶，你紧扶。啊，关老爷，我知啦，可能是吼，这沙无白，啊，阮少奶奶用猪歹扶啦。无要紧，我即摆吼，那个切切的，啊，甲分到白，啊，阮少奶奶吼，猪就好扶啦。来，今日少奶奶，紧扶啊！关老爷吼，咧等你扶你，紧扶，啊，紧扶啊！手提沙盘买新冤，问神东路找麻烦啊！少年我唔知影代志会变这款，冤家唔敢过流乱啊！也美芳啊金斗啊要控告，困求老爷斗烦恼。想讲沙盘铺你搁通好靠，结果生命是险啊无，怪伊招娘啊真唔好，害阮来互人拍铁佗。碰的啊，碰的啊，日头黄昏啊呢，紧咯，紧传堂啊出去做生意啊。碰的，碰的。母啊，我今日哦，无爱去做生意啊啦。母啊，肉粽已经炊好啊，你免哪样个讲唔出去卖？我要照顾阿芳啊。免啦。饭啊，即摆已经加真好啊！你做你去卖，母啊会甲伊顾。母啊，
过一两天啊啦。嘿，啊无你即个囡仔是咧安怎哈？啊顶几工啊，我叫你休困，莫出去卖，你就偏偏啊要出去卖。啊，呾即马肉粽已经吹好啊，啊叫你担出去卖，你毋担出去卖，啊无是要叫母啊家己担出去卖是？母啊，过一两天啊啦，好无啦吼？阿婆姐，你去啦，我陪你去啦。你要陪我去哦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若无内底休困，娘，我已经好啊啦，规工迄个嘛就无聊啊。你哦，喂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！哎呦天呀！哦，金豆，你跑啦？啊，你是安怎哦？我这个哦，尻川哦，一点仔就无得人自然啊。我安尼不幸哦，去用拍10个大板，我会疼死我，莫爱啦，哦，只讲10个尔，我无代无志讲20个才有够衰。我是查某呢，我较少皮，当然嘛较惊疼。有。金豆的，足歹势，恁两个拢是为着我，才互恁去互拍到安尼死啦。毋值啦，衙门惊两抓，互当做笑的讲20个尻川，拄着恁母仔囝一路衰到尾。哎呦！你应该啦，你哈！你怪阮小奶奶，迄阮小奶奶哦，袂当入去衙门，也毋是伊的毋对啦。啊那无是我毋对咩？你讲话来讲即个话啊！你讲好，恁两个莫搁吵，即款代志恁袂了解。我伫咧想，衙门的迄个门斗顶一定是有挂一个八卦镜，就讲无算挂迄个八卦镜吼，迄个衙门的门神真大，娇娘无法度入去啦。你有听伊无？是阮小奶奶无法度入去的啦。金豆，真是安尼啦。好啦好啦，免去讲啊啦。反正吼，我8厘轻啦，我较衰啦。阿姐，你莫生气我尔啦。我咧气我家己啦，无代无志啦。这段日子毋知咧变啥物货安尼。啊，我好人吼，做到这完有够啦，对以外家己良心啊啦。我好来做生意。无咯，金豆，毋过你的尻川我会啦，我遐济。这段日子，你一直遐尼照顾阮母仔囝，你要离开，我实在毋知要甲你讲啥。毋免讲遮个啦。我伫当初来台湾，本来就是要来趁钱做生意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阮斗产屁屁，厝因若落雨，厝顶就落雨。阮人就搁咧等我趁钱，等去还厝。即马有一芳因遮济人来斗相共，我就要安心来走。一芳。要走就走，你安尼拖煞，你为啥了不起？阿姐，你莫走了，我尔甲比朋友拢伫伤心。男主很的用户，若讲要走，爱走。阿姐，饭啊，我应该该见面无？若有缘，我就一定会过来看你。你要听你安尼的话，知无？我知。
金塔，莫甲伊勉强。无一个囡仔，咱会袂肉粽啊！阿芳啊，过来，你来落白茶。你知，爱赶紧准备，明仔载离开这个所在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啊软，残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爱赶紧准备，明仔载离开这个所在。你嘛要走啊？为啥咱要走？小奶奶，我要跟你倒转走啊！娇娘啊，阿芳啊，即马元气也未完全复原，真容易会被阳气甲伊伤着。上好是，搁互伊静养一段时间较好。阿娘，安尼我会用甲阿婆坐去袂肉粽咯。会，毋过你会记咧，你袂用甲阿婆压舌头，佮袂用白走，知无？我知啦。袂啦袂啦，阿芳啊吼上乖了。哎，不会，为啥咱会是不爱走的是？别走啊！真是啊。阿芳啊，来，阿一人带你去卖肉粽好无？来，卖肉粽。哈，你甲看阮即个阿胖的，安尼叫伊去做生意拢叫袂行，听着阿芳的要甲伊做伴吼，三骹跳两骹跳，都去咧准备啊。这个囡仔实在吼。你嘛知影，我甲美芳的都袂通。你甲我转达一下，讲等我的囡仔身体若是较复原，才麻烦你带我离开。好，哎，美芳的啊，恁小奶奶讲叫我甲你讲啦，等阿胖啊身体若较复原吼，伊若要走，伊会先煞带你去啦。这是啦。小奶奶，行，来房间休困。阿公，我离开。可怜的娇娘，毋知着等到什么时阵才会当报冤仇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